上新的现场来看到，国道1号上875.6公里，湖口到杨梅这段路，明仔尾4点钟有2台做生理的旅行车和大拖车相撞，隆重引起1个人不幸死，6个人受伤。详细情形，连线记者戴新美来带来了解。新美。 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，消防人员在车祸现场破坏车体，将受困车上的乘客救出，并赶紧抬上担架送医急救。那么车祸意外发生在清晨4点多，国道1号北上75.6公里处，湖口到杨梅段，一台连接车驾驶疑似操作不当，先自撞内侧护栏，同向后方2台商旅车闪避不及，撞了上去。而第2台商旅车车上驾驶和6名乘客当场受困车内，新竹县消防局获报，立刻前往抢救。 将车上6名乘客救出，只有轻伤，不过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，送医急救人宣告不治。带你来听一段稍早访问。第一部连接车操作不当失控擦撞护栏之后卡于中央护栏，那后导致后方2部小客车闪避不及追撞。 本件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，6人受伤，经酒驾各当事人进入饮酒情形。好，可以看到商旅车被撞得扭曲变形，车头全毁，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。而连接车驾驶没有受伤，追撞的第1辆商旅车驾驶也没有受伤。而车祸路段一度严重回堵，国道警方在上午7点20分左右排除，目前全线恢复畅通。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。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资讯。